啊你！把东西给我交出来！快走快走！你们别乱来啊！我男朋友可是练过的。我？你这么壮，肯定练过帮帮我！被他们抓走我就死定了！我操，还他妈给我秀着了是吧？把这个男的给我砍死！你推我干嘛？都他妈给我上！大哥，我错了！让你做坏事，让你做坏事，让你做坏事！走，大哥，走！哇，帅啊！谢谢你救了我。他不会要亲我吧？怎么办？要不要拒绝啊？长得还挺帅，要不就……有点像，又不太像。你怎么有我照片啊？真的是你？哎呦，完了！你们连赵毅的人都敢打，你们闯大祸了呀！快走吧，不然待会真的来不及了。走，快！完了，这下真的走不掉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哥，跟我回家。太好了，这下我们能走了。走。等等。温小姐，看在温家的面子上，我可以让你走，不过你拍的东西必须留下来。哥，给唱。这下我们能走了吧？你随时可以走，不过他不能走。不行，他必须跟我一起走。闭嘴！还嫌惹的麻烦不够多吗？不行，他不走，我也不走。哥，上车。小子，你觉得你能打几个？50还是100？一个？那你可太让我看不起你了。我能一直打。走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！我家里还有80老母等着我养老送终了，大哥。滚！谢谢大哥。大哥，饶了我吧！我老婆刚怀孕，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爹啊！你也滚！谢谢大哥。大哥，我有钱，大哥，全部都在这儿，相信你，请相纳。滚吧！好。这是给你的补偿。哥，手，哎呀，疼！你最近给我老实待家里。哥，
你知不知道那个赵明峰，他私底下……够了，我不想听。别以为你是记者，赵明峰就不敢动你。那你把我朋友救出来总可以吧？他，你别操心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尸体估计已经被赵明峰丢进海里喂鱼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 100个人，就回来你一个。老大，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呀。你他妈的废物！100个人打不过一个，还有脸回来？老大，老大！找个人把姓温的那个女人处理了。他知道的太多了。还有，把川岛请来，我要让那小子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是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每年我都会给你烧纸钱的。切记，在没有找到真正的仇人之前，务必隐藏好自己的身份。我见延续。你是谁？保护我大小姐！嘿，住手！温小姐，你这钱活人可用不了啊。是你？你没事啊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丢下你一个人走的。道歉就不用了，你已经付过报酬了。我哥不让我出门，你能不能带我出去啊？可以，不过那是另外的价格。啊！站好了。你身手好厉害，这么高，一下子就跳过来了。没两下子的话，我已经在地府花你给我烧的钱了。不过，那个赵明峰真是太可恶了。我手里面有他贩卖器官的证据，绝对够送他上刑场。证据不是已经被他毁了吗？我呀，备份了。师傅不会无缘无故的让我保护温淑琴，难道他现在查的赵明峰，跟10年前的灭门之仇有关？舒晴，你怎么能让别的男人上你车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让开！舒晴，我知道你是故意找人来气我的。你想多了。你知道的吗？我延续，他是我男朋友。你能把他的手给我打断？你今天敢在这动手，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上新闻？温舒晴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们温家破产？你这话骗骗3岁小孩子还行，你要是能让温家破产的话，你还会等到现在？你给我等着！还有你这个小白脸，你也给我等着！等等，算了，安家现在的势力很强大，连赵明峰也不敢动他。怕也没用，我说要打断你的手，就必须要打断你的手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等。
我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废物！你们都是废物！以为自己有多能打，结果连个小都打不过。安少，他不是普通人啊！文淑琴在电视台门口，少爷，要直接动手吗？杀了他！好，知道了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说要断我一只手，那我也断你一只手，这很公平。这一点都不公平！你已经踢断了我的腿，你还要废我的手，那我这条腿算什么？哦，算你倒霉。我就不信了，你都能躲得过！他好像没子弹了，快走快走！我觉得问题不大。你有病啊！他拿的是枪啊，你打不过他。就这？这他妈太夸张了呀！他不会死了吧？还没死透。那就好。现在死透了。放心，虽然我只是略懂拳脚，但是刑法我可是倒背如流，超过正当防卫的事我不做。走！我让你们走了吗？虽然你是武者，我安家也不是好惹的。你还知道武者？当然，别以为你有点本事，我安家就怕了你。别以为你夸我，我就不会揍你。他们安家实力很强大，我们还是不要招惹了。你是雇主，听你的。淑琴，等你嫁给我，你也是我们安家的人了。你做梦吧，我死都不会嫁给你。我看你还是欠揍。别，开玩笑的。走吧。你太厉害了！那一会儿我就把这个证据交给电视台，就可以把赵明峰的罪行公布天下了。你确定电视台肯接这个活？反正我不管。如果电视台要是不敢接的话，我就把他的罪行公布到网上。我就不信赵明峰他还能对抗整个互联网。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恶势力。行，走吧。孙总编，这里是500万，不止这些，赵爷还把你全部的债都清了。如果温淑琴找你，孙总编，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，我要向台里给你申请一笔奖金。不用，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奖金，我只想主持公道，要把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众。对了，淑琴啊，你把那个 U 盘的备份给我，我还需要找人
鉴定一下视频的真伪，然后才能发布。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会知道这视频是备份的？赵明峰告诉你的。我是说，原件你自己收好，给我备份就行。视频已经发给你了，你还有这 U 盘干什么？难不成是想毁灭证据？你是谁？不记得电视台有你这号工作人员，谁让你进来了？出去！急什么？该不会被我说中了？我那么信任你，你居然……哼！是温家的大小姐，自然不怕赵明峰的报复。那我呢？我凭什么要跟着你担惊受怕？难道这就是你为虎作伥的理由吗？哼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今天只要我还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视频就休想发布到网络上去。你干什么？你再过来，我叫保安了啊！别冲动，大不了我们去找台长。干什么？这是我的，还给我！你干什么？哎呦，真不少啊，够判了吧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居然还收费啊！哎呦！别！我的钱！我的钱！我头发！我的钱！我的钱！哎呀！哦，看着这俩还不错，留着吧。这里还有我的钱。这里还有。哎呦，我的钱呐！我的钱啊！我的钱！哎呦，我求你！我求你！我求你！别救！别救！我同意发表！我求你！求你了！早这么说，不就完了吗？嗯。愣着干什么？快点啊！别！这回你们满意了吧？哎，你别说的自己好像是个受害者，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。下次记得啊，把钱藏好。我们先走了。不行，暴露了，我得把钱藏起来。赵某涉嫌倒卖人体器官，现在正在被警方全力追捕。我操！温淑清，你个小婊子！安总，出事了！看我干嘛？别影响我开车。严旭，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呀，是行侠仗义的大侠。我此次出山，只为扫平天下不平之事。我就知道。不是吧？这也行？那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所以你说的帮忙
就是跟你结婚。告辞。哎呀，你不是说了扫平天下不明之事吗？那如果安家施压下来，我哥肯定也扛不住的。哎呀，走走走。哎，不成，不成。那，你假装我男朋友总行吧？贴身。你去干什么？放心，我呢有工资的，1个月给你5万。女孩子家的才危险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，大小姐？现在带你去过明路，走。延续，这是我爸妈。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是我哥把我拉扯大的。我哥说，他们是为了保护许家家主去世。许家？其实我和许家是有婚约的，可惜许家惨遭灭门，他们唯一的儿子也不知所踪。快点！快，就往这边跑了！追！是。怕了。这帮人如此狼心狗肺，想当初我应该把他们给……天夜，没有如果。他们来了！快快快，这边！你许安，大玉妈妈，一会儿不管看到什么，都不要说话，好不好？快快蹲下！我跟你们拼了！天夜！还有个小家伙，离跑不远，跟我追！是。愣着干什么？追！是。我来。延续，怕你累倒，我来吧。爸妈，等我为你们还有温家报了仇，再给你们磕头。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儿媳妇。徐家那个遗孤可能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啊！鬼鬼祟祟的，想挖坟啊？没有。没事儿，他是这守门人。啊！手机还我！你怎么欺负老人啊？确定是许家遗孤吗？你是谁？我是你爹。许家那个孽障还真的是没有死。爸，怎么了？许家那个孽障回来了。找到人了？没有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在暗，我们在明，岂不是我们要吃亏啊？慌什么？我们安家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安家了，
许家大部分财产都在我们这里，他再想翻身也没用。可是那个东西，许天意那个老不死的，临死之前藏了不少财产，我怀疑那些东西就在其中。该不会就是当年许家和温家定亲时，是给温淑琴的那份彩礼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他年纪这么大了，得点老年痴呆很正常。严旭，你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？他刚刚在不远处拿着手机对你一个劲的拍，我作为你的保镖，肯定要保护好你的隐私，对吧？你给我看看他拍的什么？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是在拍你啊？是你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可能他喜欢我这样长得帅的吧？不是没有道理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他拍的是你啊！哎，严旭，安少，你也知道我妹跟许家是有婚约的，所以联姻的事情，我真的不能答应你。天山呢？这许家都没了多少年了。再说，许家失踪的孩子，谁知道是死是活呀？难道让淑晴就这么一直等下去？现在是许家没了，就算这许家还在，凭现在我们和安家的实力，也不比许家差。韩少，你说笑了。我们两家有今日成就，就是靠许家当年的恩惠。更何况许家给我妹留了一笔巨额的彩礼，我们总不能失信于人吧？安少，万一许家的后人真的找上门了，那你就按我说的做，其他的我自有安排。天轩呐，守诺是好事儿，但这一转眼10年都过去了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再说，那笔彩礼就锁在银行的保险柜里，等到舒淇结婚以后才能够取出来。小叔，你不应该当着外人说这些。哎呀，安少怎么能算是外人呢？要不这样，我们放出消息，做一个认夫宴。如果许家后人还活着，那就肯定会来。认夫宴？你想啊，如果许家后人不想跟我们温家联姻，又或者已经结婚了，那我们温家这么一直等下去，那不成小丑了吗？是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谁知道许家后人什么情况？好吧，那这认夫宴就定在3天后吧。好，我就等各位的好消息。哎呀，我去送送安少。哥，我先回房间了。等等，我有事情和你说。他怎么跟你回来了？哥，下次再给你解释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什么？认夫宴？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？你准备一下吧，3天后跟我一起去宴会。如果许家后人不出现的话，你也没必要再等了。怎么感觉是有人想借着宴会的名义逼我现身？没必要再等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3天后还没有结果的话，你就跟安家联姻，不能让你继续胡闹。不行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安泽明的。别担心，万一许家后人突然出现了，
万一那个许家后人长得又丑又胖，牙齿还很黑，还口臭怎么办？不至于吧？你站谁那边呢你？反正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不丑啊？你接近抒情是什么目的？为了钱呗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是你妹妹的贴身保镖。就是这个感觉，倍儿帅。严旭，你居然不来哄！又不是我让你生气的，我哄你干什么？可是你现在是我男朋友，那是假的。假的也是男朋友啊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做点男女朋友该做的事。我们是假的，你放不下来！臭流氓！主人，看在我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的份上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这次还栽到一个小丫头手里，还有脸让我再饶你一次？二爷，我请到了川岛小姐，有了她，我肯定在东山再起。我从来不跟失败者合作。安野，不如我们来谈笔生意吧。你个小八嘎，有点意思。我的人再无能，用不着你出手。爸，事情办妥了，温庭筠同意了。做得不错，只要许家那个孽种出现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放心吧，爸，贾许安我已经找好了，3年后的认夫宴，我们就来个一石二鸟。好，想和我做生意可以，但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资格。把姓许的杀了当投名状吧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嘿，好看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我好看吗？配我还是差了一点。我配你800个来回还带转弯呢，我配不死你。哥哥，带我走嘛！大小姐，你这脸变得也太快了吧！你是不是男人啊？还没好吗？啊，来了！放心，只要我在，就没人能逼你结婚。该死的，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啊？哥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可能是化妆的时候腮红打多了。没事，哥，我们快进去吧。走。
对，我们温家与许家的婚约那是人尽皆知，但却至今也没有找到许家的后人。今日特举办这场宴会，就是为了找到许家的后人。许家灭门惨案不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吗？现在温家居然还要履行婚约，真是重情重义啊！你知道什么？当年许家可是提前给了温家巨额彩礼，温家小姐不嫁人，这笔钱就取不出来。我看温家这也是着急想把这笔巨款取出来。谁能想到，当年的魔都第一豪门许家，竟然一夜之间……爸妈，不管是谁害死了你们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为了找到许家后人，竟然连安家都惊动了。你看见那个人了吗？宴会之后，杀了他。没问题。来者不善。安家之前也受过许家恩惠，所以找到许家后人，也是我们安家和温家的共同目标。我会亲力找到许家后人，并重建许家。切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那要看吧，这小子到底要搞什么幺蛾子？难不成想弄出来个假的？安少这话，我可是当真了。许家后人许安到。他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没看错吧？没想到许家后人真的出现了。这许家后人怎么长得一言难尽啊？我看他就是假冒的吧。许家后人长得都不赖，这长得太丑了吧？没想到真让我们找到许家的后人呐，真是老天保佑啊！不会吧，真让我说中了，又丑又胖还口臭。你整的演员？我没有。你说你是许安？没错，我就是许安。许家人仪表堂堂，就算再不好看，也不可能长这个样子。庭轩兄，你也不要以貌取人吧。这许家到他这一辈，万一基因突变了呢？你给我想清楚再说。要是被我查出来，结果你知道的。我真的是许家后人，我有证人。哎，那个刘管家，快告诉他们我是谁！刘管家，难道是？刘管家，你还活着？温少爷，好久不见。这老头是谁啊？他你都不认识？当年刘管家在许家的地位可不算低啊。当年许家被灭门之后，他们这些下人死的死，失踪的失踪啊。刘管家，所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许家在出事之前，许约派我出门去办事，可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。刘管家，快告诉他们我是谁！安家怎么找这么丑的人来扮演许少爷？这不是给许家脸上抹黑吗？算了，我的家人还在他们手上。唉，他就是许家少爷许安。这也太丑了，是真的，怎么配得上呢？他还真的是许家少爷。刘管家亲自证明的，那还有假？唉，可惜了温小姐，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怎么，你们温家想忘恩负义吗？温
家答应过的事情，不会后悔。哥，许少，我和舒晴是两情相悦，所以能不能成全我们？谁跟你两情相悦了？难道你真想嫁给这个许安？那好吧，但是当年许家给温家的彩礼，可得一分不少的还给我。那是自然。好。这个人怎么这么像许愿？难道他是真的许少爷？还真是演的一出好戏。算什么东西？就没你说话的份。刘管家，麻烦你告诉他我是谁。你是？难道他就是许？没错，我就是许安。没错，我就是许安，最好的朋友，延续。我家少爷最好的朋友就是叫延续。哎呀，好兄弟啊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你说你就是许安？对，我是许安。好你个臭东西，看我不玩死！哼哼，不可能！你小时候明明那么帅，怎么长成这个样子？刘管家说的还会有假？怎么不可能？你看他老眼昏花的，万一真的认错人了呢？没关系，我有办法验证他的真假。什么办法？许安曾经跟我说过，他的心脏长在右边，只要给他左胸来一刀，不就知道他是真是假了？放屁！我怎么没听说过啊？我可是许安最好的朋友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能知道这么私密的事情？是有这么回事儿，当年好像无意中听许伯提过。哎呀，这怎么验证嘛？难不成还要去医院做个 X 光啊？庭轩，我看他挺像真的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哎，不用这么麻烦。许少爷，你心脏又不长在左边，只要给你左边来一刀，你没死，不就能知道你的真假了吗？安少，难道你不信我？我怎么会不信呢？你要干什么？哎呦啊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不是许安，我不是许安。看到没？怎么？现在你说不是许安了？我不是许安，求求你别杀我！看吧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个丑东西是假冒的。真许安啊，长得那叫一个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、人见人爱。好啊，连我们温家都敢骗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好好审问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后面指使的。你认识许安，怎么不早告诉我？哎呀，那都是小时候的事，而且你也没问我。
庭轩啊，我看今天许家后人应该也不会来了。不过借此机会，可以宣布一下我们两家联姻如何？你不会不想调查许家灭门之案吧？这和联姻有什么关系？据我所知，许家给淑琴的彩礼就藏在银行的保险柜里，这必须让淑琴结婚才能取出来。你说的是许家当年灭门的东西，现在银行？难道爸妈当年早有准备？当然，而且我们都得报恩呐，让淑琴。凭什么要用我的幸福来报恩？哎呀，淑琴，联姻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不嫁给安少，难道你要嫁给之前那个假的许安吗？反正我不愿意。淑琴，你知道我的心意。安少，这么想娶我？行，只要你能够接受这个，我跟你结婚也不是不可能。什么？没错，我怀孕了。没错，我怀孕了。哎呀，淑琴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！温淑琴，别胡闹了。我没胡闹，我就是怀孕了。难道安少想要喜当爹吗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我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就是怀孕了，而且孩子的爸爸就在这儿呢。老公，你说句话呀，老公。我就这么当爹了？报告是假的，陪我演个戏。孩子确实是我的。老婆，你辛苦了。哎，安少应该没有当男小三的爱好吧？你先给我等着！各位，我温家还有家事要处理，就不送了。哎呀，这下把安家彻底得罪了。我自己妹妹，我知道她不可能怀孕。他不信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还不是因为你演技太差，扣你1个月工资。别打岔，你以为安泽明看不出来假怀孕吗？他看得出来又怎么样？反正一夜之间，这个消息肯定会传遍魔都的。他不信也得信，除非他愿意让安家蒙羞。所以你让我们成为笑柄。哥，谁让你一直逼我嫁给安泽明的？如果非要让我结婚的话，那我宁愿嫁给严旭。你果然对我图谋不轨。你闭嘴！他一个保镖有什么资格入赘我们温家？要我说，还是拿着赔礼去安家道歉，安少肯定会原谅我们的。小叔，这么帮着安家说话，你拿了多少好处啊？我哪有替他们说话呀？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温家好啊！你不嫁给安少，你要嫁给这个一无是处的保镖吗？他哪儿一无是处了？没错，我可是孩子的父亲啊，父凭子贵。哎呀，你闭嘴！我扣你工资了，闭嘴！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但想娶我妹妹，光靠拳脚还不够。要不是怕暴露了许安的身份，让幕后之人狗急跳墙，娶自己的未婚妻，哪用这么麻烦？你的妹妹我娶定了，话说到了吧？有点魄力。好，明天去温氏集团报道。庭轩，小叔，你的事情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你是我温家唯一的长辈，所以别让我难做。哼，我们走。
怎么了？你在等什么啊？我有东西落在化妆间了。那你去拿吧，我在这等你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你知道我会来，还敢自己等我？你废话真多。这把刀乃我家族代代相传，能让他杀死你是你的荣幸。我这把刀虽然是流水线产品，但是杀你足够了。你是垃圾，你的刀也是垃圾。久等了吧？我刚刚听到化妆间有人在喊。啊，刚刚有只柴犬一直在化妆间里叫，我已经让它闭嘴了。走吧。爸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差一点儿。差哪儿？许安没来，贾许安被拆穿了。那联姻的事儿也没办成，都怪那个延续，还有那个川岛，他就是个废物。我让他去杀延续，没想到他被反杀了。所以说，你折腾了半天，一件事都没办成，对吗？放心吧，爸，尾巴我都处理干净了，他们应该不会怀疑我们。废物！温家既然这么不识好歹，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还有啊，延续那个小子在这个时候出现，是不是有点太巧了？是有点蹊跷。我觉得那个刘管家和冒充许安的丑八怪肯定知道些什么，说不定能问出当年的凶手是谁。我觉得我们可能来不及问了。啊？安家，安家是要跟我们鱼死网破。安家在不计损失的做空我们的股票，集团股份已经下降了5%了。要是再这么继续下去，不能进，不能进！温总，我拦不住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安少。什么意思？庭轩兄，走投无路的感觉，不好受吧？安少，这种杀敌1千，自损800的阴招，安家也干得出来。我们安家的生意多了去了，这点损失算什么？安少，咱们俩家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又何必搞得这么难看呢？交情？
昨天在宴会上，你们可没讲所谓的交情。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的错，要不这样，我让舒晴亲自去给你道个歉。这倒也不是不行啊。什么意思？不想温家破产，就让温淑晴去酒店，给我好好道歉。滚！给我滚出去！你可考虑好了，你们温家到底还能坚持多久？哼！这可怎么办呀？去，准备资金。庭轩，你先别急，我们是不可能赢的呀。哥，你说什么赢不了？哎呀，你这次可是闯了大祸了。安家这次是动了真火，铁了心要咱们温家破产呀。哥，就算没有宴会的事情，安家也早晚会动手，只是提前一步罢了。我记得10年前应该是温家更胜一筹才对吧？这种事情你都知道，不过是老黄历的事情。10年前许家的事情发生后，安家就把许家资产都拿走了，而温氏集团却有一笔10年前的巨额欠款没有拿回来，所以安家才更肆无忌惮。你跟他说这些有什么用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拆解资金，度过眼前的难关呐。哥，那我回去我就把我那些包包啊、首饰我全都给卖了。你那些呀，都杯水车薪，现在可能要把家里的房子、公司还有什么的都要抵押。哥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太任性了。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钱。你也该不会说你有吧？我是没有，但那笔欠了10年的款，光是利息应该都不少钱了吧？贺英那滚刀肉，连安家都拿他没办法，你觉得你行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你说是吧，大舅哥？你要是把钱拿回来的话，我认你这个妹夫。注意安全，这笔钱要是要不回来就算了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男人可不能说不行，男人可不能说不行。哥，我在这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我先回家了。我去公司财务那儿看看还有多少资金。哎，侄女，你等等。哎呀，温氏集团是你爸妈一辈子的心血，我知道你一直想替你哥哥做点什么，其实这件事情很容易就能解决。怎么解决啊？安少他这个人其实呢很好说话，他就是想让你道个歉。道歉？我又没做错，我凭什么道歉？不就是道个歉吗？又不会少块肉，你就忍心看着你哥哥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吗？行吧。好好好，你愿意就行，不过你得亲自去拿。这是房卡。快拿着，别让安少等急了。我呢，我这就去哈。我就知道你这孩子最懂事儿。真当我傻？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真当我好欺负？他妈的，拿座机拍的呀，都糊了。不过赵明峰这个小王八蛋倒是罪有应得，他妈这么狠的人都敢招惹。贺总，你好歹先缓一点儿，这样我好跟公司交代。交代？一天到晚跟我要交代，你们这帮要账的就没点其他心意吗？哎呀，交代，这就是你要的交代啊！这，上。我再等等也行。回来，把胶带拿着，记住了，哥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
不让你拿你也不能要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怂样儿！来，下一个，说吧，你是谁家的呀？哎呀，不是跟这哥们儿说了吗？这他妈欠的账是我跟他爹欠的账，他要想要钱，叫他爹来找我，咋的？他认你当爹了呀？唉，那倒没有，但你这样让我没法交代。我靠，怎么又是胶带呀？我他妈去卖胶带得了我，那你要的胶带，走吧。你觉得你这样很幽默吗？我欠的账，我自己他妈都记不清楚了。你以为那些要账的都是善良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凭本事欠的账，凭什么还？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明白了。嘿嘿，我就喜欢聪明人。看来这账，我也只能凭本事要了。我倒想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啊！给我干他！现在这钱能还了吗？问你话呢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给我解开！你给我解开，我就还钱。好，我先找人给你还钱，喂，我让要账的堵办公室了，马上带着兄弟们过来给我送钱。哎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老实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小子，你一个人能打几个？50、100？你这话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？哼，之前有人在烤肉店问我同样的问题，我说你们就不能想点新词儿吗？哦，你就是那个狠人！只要你带着黑龙会肯归顺我安家，赵明峰的生意都是你的。安家主是想让我背叛会长？哎呀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这笔生意有多赚钱，你应该清楚。你更知道得罪我安家的人是什么下场啊？何去何从？你自己选吧。保姆的人都带上。所有的吗？对，是。嘿嘿嘿！哎呀，你早说呀！你早说你是那个狠人，那我要早知道，我不能这么怠慢。早说你就能还钱了？能还，我一定还钱。我最佩服的就是有本事的人。但愿吧。哎呀，能打又怎么了？时代变了啊！我就知道你不会老实。哎，小子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加入我们黑龙会，跟我混。之前的事情，既往不咎。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算呢？
我说的不算，我是会长，我当然说了算。要不，你回头看看。这都是我玩剩下的，你小孩的把戏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会长，时代变了。这才一会儿，时代就变了2次了。哦，我说嘛，就带这么几个人，是想篡位是吧？你想的太多了，把我杀了，黑龙会里的兄弟就能对你服气了？如果我赶来的时候，黑龙会会长贺英已经被要债的给杀了呢？还有我的戏份呢。你他妈真是个卑鄙小人，枉我这么信任你。哼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？我们堂堂黑龙会，现在已经让你变成老赖会了。老赖怎么了？兄弟们跟着我，起码不会饿肚子，不会掉脑袋。你还懂法呢？哈，我之前是法律毕业的。难怪温家的钱要不回来，原来你是专业的。大哥，快开枪吧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迟早生变啊！哼，贺英，安心去吧，要怪就怪你们2个挡了我的财路。看来时代还没变。哎呀，我果然没看错，你，哎呀，真是有本事的人。不用我跟着你混了啊！你看这话说的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混，你就是我大哥。你说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说抓狗，我绝不撵鸡。黑龙会有你这样的会长，真是丢人！小子，你只要把他给杀了，我做了黑龙会会长，你就是副会长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可别听他的，他言而无信的小人呐。他都让我当大哥了，你就给我个副会长的位置，你这条件也太没竞争力了吧！小子，你别不识抬举，我可是安爷的人，安爷已经把赵明峰的产业给我了。赵明峰是安家的人。哦，安家找我不成，又找你呢。赵明峰干的都是生孩子没屁眼的事儿，你他妈真敢接啊！有安爷做靠山，有什么不敢的？赵明峰估计也是这么想的。把温家的钱还了，这把枪就是你的了。OK。大哥，你看，连本带利100亿，估计2个小时就到账。嘿嘿，好嘞。都站好了，别动！小子，你干坏了安爷的生意，你会付出代价的！敢威胁我大哥，我现在就让你好看！你们呢？会长，我们都是被他给蛊惑了，给我们次机会吧！会长，我们都是被他给蛊惑了，给我们次机会吧！你们，何英，这可是你逼我的。王管家，该你出场了。安爷可说了，只要让我出手，以后这生意啊，你得多让出20%利润。没问题，只要你杀了他们，我愿意多让出2成的利益给安爷。真不知道安爷为什么会和你这个废物合作。他妈娘们儿唧唧的，在这装什么？给我老实站好了！哎呦，那把烧火锅吓唬谁呢？用得明白吗你？
大哥，这点子扎手啊，只能靠你了。哎呦，这小伙长得还真俊，我还真有点儿舍不得下手了呢。此人光是说话，竟能让我遍体生寒，他们真恐怖如斯。哎，可惜感悟安野的事儿，我也就只能拉手催花了。讨厌！要不是没有那2两肉，我就……我去，还真没有！你们还看什么呢？赶紧把他拖出去啊！快点儿！哎呦，大哥，你这一天救了我2次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全体黑龙会的大哥，你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。黑龙会存在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不少事情吧？嗨，那是魔都，没有我们黑龙会不知道的事儿。10年前许家的灭门惨案，你知道多少？这10年前黑龙会还是个小帮派，再说这个事儿，这到现在都是个悬案。不过我的手下那天看到有些蒙面人在徐家进进出出的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哎，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。后来天亮就一把火把徐家给烧了。哎，大哥慢走。嘿，爸妈，儿子一定会找到凶手，替你们报仇。竟然还有其他人来过。延轩，快来救我！救我呀！延轩，快来救我！是。温庭轩不是挺有骨气的吗？怎么还是让你来了？我是来道歉的。道歉？道歉不是应该有点诚意吗？诚意？你还想要什么诚意？哼！这2个，你喜欢哪个？要不都换上吧？你先让他俩出去。要不我来帮你换？你喜欢穿是吧？你真以为好欺负啊你？你爱穿你自己穿，自己穿。来人！来人！给我抓住这个婊子！早知道多买点。温淑清，你个贱人！我弄死你！延轩，救我！延轩！放开我！
来想让你死之前给我爽爽，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去投胎，把他给我扔下去！我要是知道你这样对我，不会放过你的。叶姐，救我！你去抱他，你给他扔下去！走！叶雪，吓死我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谢谢你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我可是你保镖，谢也得加工资。什么呢？我不给。不给没事，嫁妆必须让你哥多准备点。你要回那笔钱了？先回去吧，不知道大舅哥那边怎么样了？大舅哥，谁让你乱叫？谁是你的？谁让你亲我了？你怎么这……今天温家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大家先别急啊，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。如果温家没有解决方案，明天我们就把手里的股份卖了。你们不用吓我，我已经动用所有资金回购股票，但安家明显早有预谋，我需要你们继续注资，助我渡过难关。注资？你还没睡醒吧？我们怎么可能在这时候给温氏集团注资？万一温氏集团破产，我们都得跟着温氏集团陪葬。本来就是你们温家惹的祸，自然要你们自己解决。要不你还是跟安家好好谈谈吧。实在不行，你就把股份让给安家算了。这么斗下去，两败俱伤啊！安家都骑到脸上了，你们竟然还想跟他们谈？你该不会是安家派来的卧底吧？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别以为你是温家大小姐，就有资格带外人进来。要不是你在宴会上胡闹，安家也不会对温氏集团下手。够了！安家蓄谋已久，哪怕没有宴会上的事情，安家也早晚会动手。那也是你们温家跟安家的事情，凭什么让我们跟着你一起陪葬？要么就双倍价格买我们的股份，要么我们就把股份卖给安家，看着办。看来还真没冤枉你，卖给我双倍，卖给安家就原价。安家到底给你们多少好处？我收了好处又怎么样？给我钱我凭什么不要？你们扪心自问，我温家这些年待你们怎么样？现在遇到困难，你们就落井下石，你们的良心呢？你们得罪的安家，凭什么让我们买单？哎呀，大家先冷静一下，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。我已经让我的侄女去给安少道歉了。什么？谁让你去的？我……哎呀，云轩，你就别管了，先度过眼前的难关才是啊。他道歉，安家就能收手？当然，安少亲自承诺的，还能有错？那就是他应该做的，害得我们白白损失这么大。不会吧？你们真以为安家会收手？你一个保镖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言不惭？给我滚出去！我看该滚出去的是你！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跟我这么说话，提璇，你真该好好管教管教他了。淑琴，哥，你不知道，这一次如果不是延续，我差点就让安泽明杀了。啊！他竟敢对你动手！你们没有打了安少吧？哎呀，完了！这下跟安家彻底没有缓和的余地了。哥，简云，让我妹妹去冒险。温家根本不可能赢得了安家，我这都是为了温家着想。这里没监控吧？没有。来。
那你还能忍住不打他？不打他？反了你了，居敢打我！你还叫？延续，你真是太帅了，你简直就是我的手替。温总，该说的说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我也说完了。哎，急什么呀？不是要卖股份吗？不是怎么着？你还想强卖强卖呀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违法的事儿我不干，但是打他可不算犯法，算家事，是吧，淑清？对，他一肚子坏水，你是在帮我教育师德长辈。滚出去！你就看着你妹妹，你和外人欺辱自家人吗？哎，我可不是什么外人。大舅哥，该不会忘了答应过我的事？你把黑龙会的账要回来了？黑龙会的账你要回来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黑龙会怎么会还钱？这笔钱还真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如果黑龙会真的还了，那说不定温家还真有机会。是啊，我们要不要再观望观望？你们还真信呢？那个黑龙会是个貔貅，只进不出。他们这就是为了稳住我们的谎言。你就这么肯定黑龙会没把钱还给我们？哎，如果黑龙会真把钱给了，你要怎么说？你要是真能把黑龙会的钱要回来，我的股份白送给温家又如何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口说无凭，先协议。他们要是真信了这小子的话，不肯卖股份，安家那边我没法交代。这小子绝对是唬人的。好，签就签，唬我？你以为我是吓大的？不过口说无凭，签完协议我可得查账。好。那可是50亿呢，我就不信黑龙会会把钱吐出来。你确定把钱要回来了？让财务一查不就知道了？嗯。是我，把电脑带进来会议室。我可是财务出身，别想弄一堆小账户的。温总，你找我？去查一下公司账目，有没有一笔50亿到账？肯定没有，这么大笔款入账，不可能不知道。嘿嘿，演戏也不提前串通好，这不还没查就露馅了？白高兴一场。要我看呢，还是把股份卖给安家算了。看来温家的气数真的尽了。你竟然相信个保镖的话，我们温家都办不到，你觉得他行？哼，你们就等着被打脸。延续，我相信你。让你查就查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是。温总，确实没有。哎呀，看来温家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这么容易就被戳穿的拙劣谎言，都能编得出来？这怎么可能？你再查一查。真的没有，这么大的资金变动，我不可能注意不到。那会不会是别人转账的时候把账户填错了呀？这种理由你都能想得出来？100亿资金转错账，电影都不敢这么演。温总，我看你还是死了心吧。延续，你确定他们已经打钱了？贺英应该不敢骗我，距离2小时还5分钟。别着急，让钱再飞一会儿。别着急，让钱再飞一会儿。飞一会儿，这钱还能从天上掉下来不成？文总，我看呢，你还是早做打算。好吧，我同意双倍买你们的股份。哥，浪费了大家这么长时间，就想双倍买我们的股票，5倍，不然免谈。你说什么？
5倍。你们怎么不去抢啊？抢可是违法的。再说了，抢哪有这来得快？没错，5倍，少1分都不行，否则我们将股份卖给安家。5倍，会不会太高了？没必要做得这么绝吧？你想当好人，那你别卖呀，跟着温家一起破产吧。我可是你亲叔叔，你不相信我，去相信一个外人。又多嘴是吧？你凭什么针对我一个人？他们顶多算是落井下石，而你这种吃里扒外的更讨厌。我这都是为了温家着想。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温家，却一直帮着外人说话，甚至还想把自己的亲侄女送去酒店给安泽明道歉。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安泽明是怎么想的。她是温家的女人，也是她得罪了安少，为温家做些牺牲，那是理所当然。这么说，你也愿意为了温家牺牲了？当然，为温家做出点牺牲算什么？好，现在温家正好是缺钱的时候，你把你的房产和车都抵押了，帮助温家渡过难关吗？对。你说什么？抵押了我怎么办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你的那些财产一并拿出来。你开什么玩笑？那是我的私人财产。这可是为了温家牺牲啊，你不愿意吗？我拿点钱做得了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愿意为了温家牺牲，却连钱都不愿意出。你说这话，你觉得有人会信吗？你滚！以后别再出现在温家，我们温家没有这样自私自利的人。行，走就走。要不是为了温氏集团，你以为我愿意绕着你们兄妹俩转吗？你们现在得罪了安家，你们就等着上大街要饭吧！以后别来求我。行，就算我们去要饭，也绝对不会再去求你。好，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。哼！哥，我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人，亏我们还把他当长辈。温总，这该闹的也闹完了，股票还买不买了？给句痛快话，我们可是等着呢。现在账上还有多少钱？温总，集团的大部分的钱都用来回购股份了，账面上只有20多个亿。20亿，没想到堂堂温氏集团账上就这么点钱，这么点钱够干什么的呀？连买我们的股份都不够。我看这次温氏怎么翻身？温总，该不会是你们温家暗地里把集团的钱都掏空了吧？啊，温总，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。难道温家真的要败在我手里了吗？他解释得很清楚，所有的资金都用来稳住股价了。这些年我温家给你们多少分红，你们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既然买不起，就别怪我们无情了。我们走吧，安家还在那边等着我们呢。等等，你拦着我也没用。还有1分钟，再等等。这还有什么意义吗？你要骗别人还可以，怎么还把自己骗过去了？算了，让他们走吧。温总，有了！什么有了？说清楚。钱到账了！这不可能！你干嘛？个十百千万亿，100亿！100亿！什么？真的是100亿？温家有救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太好了！怎么，这又不着急走了？那个，我们和温氏合作也是很多年了哈，也是有感情了，还可以再谈谈吧。股份呢，以双倍价格卖给你们也不是不行啊。哼，100亿又怎么样？安家可不是吃素的，
股份还是卖给安家，绝对不会受损失。只要温家还有翻盘的机会，我是不会卖股份的。当初温家可待我们不薄。对，我们也不卖，我们也不卖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。放心，我说的话不会食言，我认你这个妹夫。你就这么走了？你还想怎么样？你人可以走，但是股份得留下。哼，开玩笑，我的股份我想卖就卖，不想卖就不卖。不是卖，是送。你的所有股份都得送给温家。10几亿股份，就凭你一句话就送给温家？你该不会是忘了你签了协议了吧？哼，你不会想说那100亿是黑龙会还的钱吧？怎么，你不认？这笔钱明显就不是黑龙会还的，黑龙会欠的是50亿，这可是100亿。他说的没错，黑龙会欠的是50亿，这笔钱是哪里来的？10年前的确是50亿，但这是10年后加上利息，刚好100亿。你想说黑龙会把利息给你了？你笑啥？怎么不可能？这笔钱欠了这么久，就是应该给利息。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还有人能从黑龙会把钱要回来的，还利息。他们要不回来，凭什么代表延续要不回来？他也就骗骗你这种小姑娘，还真当黑龙会是你捏的。所以你这是不打算履行约定了是吧？金额都不对，凭什么让我履行协议？除非你能证明这笔钱就是黑龙会还的。算了，延续，没必要跟他们纠缠。有了这笔钱，我们温家也算可以渡过难关。只是渡过这次难关有什么用？难不成你还想有下次？就算有了这100亿，我也赢不了安家，只能维持现在的局面。那就不如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。哼，你不会想解决安家吧？那安家可不是你嘴皮子动动就能解决的，真是可笑！就算再给温家100亿，也撼动不了安家。延续，你根本不知道安家的实力。那是以后考虑的事情，但是现在股份不交出来，你走不了。你这是明抢！协议是你自己签的，我只是让你履行协议而已。整个魔都谁不知道黑龙会的会长是个只进不出的貔貅？非要说这笔钱是黑龙会还的，金额都不对，还让我履行协议，这不是明抢是什么？我说句公道话，他说的有道理。那你也别走了。你这是啥意思啊？我可没跟你签什么协议啊！我知道，我就是要强买你的股份。你欺人太甚！混总，你们要是真这么干，我们可就真把股票卖给安家了。延续，我只针对你，不针对其他人。你们可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啊！唇亡齿寒，下一个针对的就是你们。确实，没有证据证明这笔钱是黑龙会还的，你这样逼迫人家确实不合理。对，只要你能够证明这笔钱就是黑龙会还的，我就认；否则，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把股份交给你。好，证据是吧？那我让贺英亲自来给你证明，让你心服口服。大哥，有事您吩咐。你现在马上来一下温氏集团。好的，大哥，我现在就出发，给我15分钟。你不会跟我说，刚刚接电话的是黑龙会会长贺英吧？你不是要证明吗？有什么是比黑龙会会长贺英亲自来给你证明，更让你心服口服的？黑龙会会长叫你大哥，你还真敢演呢？是不是演呢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那我就等着看你这场戏怎么演下去。哦，看我这记性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和贺英一起吃过饭，是不是假冒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延续，我知道你想帮温家拿到股份，但哥，就算他们都不相信延续，怎么连你也不相信他呢？我也相信，可是黑龙会怎么可能管他叫大哥吗？可是，按照年龄，
他是不能叫我大哥，但如果我救过他2次呢？我没听错吧？你救了贺英还2次？不是你骗别人可以，你怎么连自己都骗呢？你呀你要是让贺英知道你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你还是考虑考虑自己吧。就算来的不是贺英，你也走不了。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把股票卖给温家。杀人犯法，知道就好。一会儿我送你下楼。哎呦，你别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啊！不坐电梯，也不走楼梯。不是，这可是16楼，不坐电梯也不走楼梯，我怎么下去？从那儿下。那个，你别开玩笑，我晕高。我只跟朋友开玩笑。我也喜欢跟你这样的青年才俊跟你交朋友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只交听话的朋友。这温总，温家待我不薄，我愿意把我全部的股份原价卖给你们。行。无论这笔钱哪里来的，你这个妹夫我认定了。人与人之间就不能多点信任吗？那个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送送你。不用，我自己走。温总，不好了，黑龙会的人堵在了公司门口。什么？黑龙会？动作还挺快的。演员还没等到，先把黑龙会的人招来了。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延续，会不会是黑龙会的人反悔了，想要把这笔钱要回去啊？放心，他们不敢。走吧，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等你在黑龙会的手下活下来再说吧。请。哥，这次一定要帮帮延续啊！他帮你追回了这些股份，他还救了我一命。哥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大不了给黑龙会一笔钱，肯定能保住延续。走。走。这下可有好戏看喽！你们温总怎么还不来迎接？一会儿我们会长来了，还在这里等他吗？啊！何英呢？我们会长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吗？我就知道，真正的黑龙会来了，你小子就傻眼了吧？你又是谁啊？我是老马呀。上个月跟贺会长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还见过面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你呀。都这时候了，还不赶紧跪下，给黑龙会的兄弟认错？认什么错？就这小子，刚刚到处造谣，还说贺会长管他叫大哥，你们可千万不能放过他。什么？你不尊敬我们会长也就算了，还敢说我们会长是你小弟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贺英在哪儿？妈的，好久没人敢这么对我说话了！上，给我弄他！先别动手。你又是谁啊？啊，你也是我们贺会长的大哥？不敢，我是温氏集团的温庭轩。我妹夫他可能开个玩笑，大家千万别当真。玩笑？敢拿我们贺会长开玩笑，就算你是温总，也不好使。弟兄们，给我把他腿打断，等会长来了再处理。小子，这下谁也救不了你了。你怎么办啊，哥？ 5个亿，我给你5个亿，这件事情就算了吧。真的？你小子要是敢骗我，5个亿，我可知道，刚刚温氏集团进账了100亿，
就给黑龙会的兄弟5个亿，也太没诚意了。你100亿？你这是没把我们黑龙会放在眼里啊！就给我们5个亿，当我们叫花子呢？5个亿你们还嫌少了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贺英在哪儿？今天你就是给我100个亿，我也得把你腿打断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把我腿打断。给我上！你竟然敢伤我黑龙会的人！就算他再能打，他也斗不过黑龙会的人。哥，明明是他们不讲道理，得理不饶人，要不然再多给他们一点钱。你真是我的好妹妹，我怎么有这么恋爱脑的妹妹呢？快啊！只要你们现在离开，我给你们10个亿，这下足够了吧？现在已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，他打伤了我们黑龙会的兄弟，我们会长一定会要他好看。行，我倒要看看贺英是怎么要我好看的。谁这么牛逼啊？杀了我黑龙会的弟兄还如此嚣张？会长，你可算来了！你他妈故意的吧你？大哥，就这小子，他竟然敢造谣说他是你大哥！哥，对，哎呦，他就这么说的啊！把他腿打断，他还反抗啊他！这小子还敢反抗！去你妈！把嘴给我闭上，要不然我弄死你！会长，贺会，我可以作证，您的这位兄弟说的是真的。就这小子还大言不惭地说他救过您2次，你说简直可笑啊！你他妈滚一边去吧你！哎呦！贺会长，下一个是不是要轮到我了？这是误会，这他妈是误会呀！这他妈是个误会，都他妈跪下，都跪下！哇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我就知道他不会骗我的，你还不信？这太不可思议了吧！这豪迪还真是贺英的大哥呀！还好没堵他，不敢送我下楼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未婚妻都受惊了，你一句误会就完了？没错，吓死人家了。我赔嫂子10亿的精神损失费。行，起来吧，下次啊别这么草率了。谢谢我哥，谢谢嫂子，谢谢。现在贺英就在这儿，你要不亲自去问问他，这100亿是不是他给的？不用问了，不用问了。哎呀，那就多谢马总了。去，你一份股份转让书。好的，温总，价格填多少？毕竟马总跟我们合作那么多年了，总不能让他一无所有吧？就填1块钱吧。每股1块钱，是所有的股份1块钱。好的。行，都滚吧。好嘞，哥，注意身体，嫂子注意身体。哎，走，撤，快，走，快！今天真是累死了。你们的事情我同意了，将来就算许家找上门，我会帮你取消婚约。其实我就是许少爷、小姐，饭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
去吃饭吧。饿死了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哎，明仪，你也坐下来，一起吃点。少爷，我吃过了，你们慢慢吃。快吃吧，再不吃的话都凉了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我们明仪的手艺可好了，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，做的都特别好吃。明仪，坐下一起吃吧。不了不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好。是很好吃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小少爷，那天我去许家老宅和老爷和夫人烧纸的时候，我听见了你说的话。那天烧纸的人是你。虽然我在许家只是个保姆，但夫人生前待我如同姐妹，我无以回报，只能常去祭奠他们。我父母留下的彩礼真的有线索了吗？那是我故意放出的消息，目的就是为了引出幕后之人。所以你已经知道了凶手是谁，对吗？少爷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。娶了温家小姐以后，好好生活吧。我学艺10年，就是为了复仇。是安家，只是当年肯定还有其他人参与，否则安家不可能在老爷和夫人防卫最弱的时候下手。但我还没有查清楚那个人是谁，得先想办法引出泄露我父母行踪的人，一旦动手，就绝不能留任何隐患。安爷已经确认过了，我在黑龙会遇见的人就是延续。一再坏我的好事，这个人不能留。你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？慌慌张张的。爸，我这次真的没闯祸，我查到了延续的真实身份了。好，那你说说看，我还真想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什么背景，敢跟我安家作对。我用人脸识别的技术，比对了当年和许家相关的人，在相似年龄里没有和延续相似度超过50%的人，结果灵机一动，我说重点。我发现啊，这延续和许安相似度高达90%，这说明延续就是许安呐！哈哈，我就说嘛，最近怎么什么事儿都不顺？原来是当年那个孽种回来了。既然黑龙会这么不识抬举，那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去，带人把黑龙会灭了。明白。好看吗？别再往上了，再往上就违规了。别装了，我知道你们男人都喜欢看这些。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。你要去哪儿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我去处理一些事情，乖乖等我回来娶你。谁说要嫁给你的？而且我还没见过你爸爸妈妈呢。等我回来，就带你去见他们。哥，安家他打上来了，你要是不来，我就死定了。放开我！你以为靠着许家那个孽种就能和安爷掰手腕了？未免太天真了！我呸！你个死太监！哎呀，我大哥来了，他不会放过你。你敢吐我？给我杀了他！
许安，大哥，你终于来了！看来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。来了好啊，也省得我们到处去找你。给我围上去！许安，被这5个高手包围，你就是宗师级别的武者，也得乖乖等死！给我上！看来他们也没你说的那么强。许爷，人家愿意奉你为主。大哥，你千万别信他，我手下一半的兄弟都是让这个南太监给杀了。人家那是奉命行事。许爷，只要您饶我一命，我以后就是您最忠实的仆人。您说什么我就去做什么，绝无二心。当年追杀我父母的，也有你吧？大哥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马上召集兄弟去灭了安家。行，你现在带人去吧。我对外放出消息，就说我许安回来清算当年的灭门之仇了。你真以为杀了我就能得到一切吗？别做梦了，我早就立下遗嘱了。你说什么？遗嘱？快说，你究竟有没有我？你觉着呢？我早就发现你心术不正，没想到你竟然丧心病狂到这个程度。我的好哥哥，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那就去死吧！你，难道许安已经找上你了？看你那副吓破胆的样子，当年我怎么会跟你这种废物合作？谁知道你竟然敢杀人呢？现在你答应我的股份没见到不说，还惹了一身骚，许家后人又要回来报仇，我真是被你害惨了。答应你的股份很快就能给你了，我这次叫你来就是告诉你，管好自己的嘴。温家兄妹现在明显就是防着你，你在温家的地位连个外人都不如，想拿到股份，别做梦了。我不能再等了，这次我一定要拿到温家的全部股份。你该不会又要……安爷，小安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许家那个孽种现在回来寻仇了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知道是知道，但许家的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应该找不上我。哼，跟你没关系。当初许家人的行踪可是你告诉我的，现在你跟我说跟你没关系？不，那都是钱文云让我干的，怎么能算我头上？再说了，许家的事情，我早说让你处理掉这个姓马的。别，迟早坏事。之前是因为他手上有温氏集团的股份，我怕他再有什么遗嘱之类的东西。现在股份都被他弄没了，这个废物就没少用。我会尽快找到许安，你也要尽快掌控温家，否则有温家牵头，许家说不定真能死灰复燃。
放心，绝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。爸，为什么不告诉他延续就是许安？爸爸，脑子里是不是有水啊？我帮你控控。当年受过许家人恩惠的人可是不少。如果告诉温乾云，延续就是许安，你觉得他还敢下手吗？他呀，他只敢对付延续，可不敢碰许安。可是许安连王管家都杀了，如果温乾云失手怎么办呢？那又如何呀？他不过是一个宗师武者，我早已经突破了宗师，有我兜底，许安必死。而且，咱们还可以把当年的事儿扣在温家头上。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把温家一并收来，这可是一石三鸟啊！想去哪儿啊？哥，电视台点名让我去采访，我采访完，我肯定就乖乖回家，我哪儿都不乱跑。真的吗，哥？我这次要是再不行的话，我就被开除了，哥。谢谢哥。哎，注意安全。刘台长，我妹说有个采访，点名要她去。不应该啊！我特意嘱咐最近不给温记者安排工作，我先去问问啊。麻烦刘台长啊。喂，温总，台里没给温记者安排采访啊，你会不会是搞错了？你说什么？少爷，不好了，小姐出事了！我可是都按照你说的做了。老实点！放开我！进去！那我先走了。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对任何人提起今天的事儿。只有死的人才不会乱说。婷儿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谁让你们兄妹分不清里外的，老是跟我这个当叔叔的作对。怪不得我父母在世的时候就让我们提防着你，果然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！等我拿到公司的股份，就把你送给安少当玩物。你温乾云，放了妹妹！放了他也不是不可以，我要公司的全部股份。哥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压根就没打算放过我们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我们兄妹一直拿你当长辈，你这样做对得起我们父母吗？别给我提他们，你父母的遗产我连根毛都没有分到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？我父母当年替你还了赌债，还让你在集团挂职，你不感恩就算了，你还贪图他们的遗产。废话少说，公司的股份给我，要不然我立刻杀了他。把刀放下，我留你全尸。站住！把刀放下，
我留你全尸。站住！别动！连续，不要以为你懂点拳脚就很厉害。要是再往前一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之前打我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？来人，把他的腿脚给我打断！是。挺扛住，兄弟们一起上！快住手！住手！够了！让他们住手！你不是想要股份吗？我给你，把股份转让协议给他。是。蹲下！你傻呀？他们打你，你不知道跑吗？没事了，这点小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你没事就好。还真是感人呐！没想到你小子还是个情种。这姓温的死得好，省粮食了。安启英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一个都别想走！哼，我这就送你下去，跟你父母见面。你会出现在这儿，说明当年泄露我父母消息的是温乾云。你小子不傻，可惜你们许家今天有绝后了。许家，许安，原来你就是许安，原来这么久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怕身份暴露，连累到你。当年许家的事情都是你做的，所以我父母也是你杀的。哎，这事儿可别赖在我头上啊！你父母是姓温的杀的。哎呀，话说回来，你们兄妹可真有点意思，把杀父仇人当长辈尊敬。够了！新仇旧恨，今日一起清算。许安，别去！小子，你要是不受伤，或许我还真的斗不过你。但是现在，死吧！爸妈，儿子今天替你们报仇了！爸！许安，我要杀了你！不要！站住！你不是挺能打的吗？来呀，打我呀！许安，你没事吧？许安，你忘了吗？我的心脏在右边，你能原谅我吗？许安，只要你没事，我什么都原谅你。许安，我求求你了，许安。真的吗？疼！
这里面就是许先生生前存放的物品。哇，好多黄金啊！这彩礼还真是朴实无华。